金光砖符，这可是符宝。阁下可真是慧眼识珠啊！很少有人知晓此物体系。这金砖符宝只有结丹期的修士才能炼成，远比那些普通的符箓强大得多。我全都要了。那请问阁下用什么支付呢？这草药看上去有700多年的修为吧？不止，应该1000年了。我见过500多年的仙草，还没见过1000多年的。成，我换。不过这仙草虽罕见，却抵不得方才那许多宝物吧？哇，成就，成就！我看人很准的，你必定前途无量。哎呀，有了这几件宝物在身，就稳妥多了。至少现在，我可以去血色禁地一试了。师兄，血色禁地的事，我们为何要到这么偏僻之处讨论呢？黄风谷人多口杂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那岂不是坏了好事？啊，喝吧，我带的酒可是非常美味。马上就要升仙大会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惹是生非的好。可是你已经拿回你的筑基丹了，为什么还要去血色禁地啊？不用再去了，只要鸿福师祖愿意帮我，筑基还不是早晚的事。什么？鸿福师祖？为了不让轩儿师妹知道我脚踏2只船，也就只有委屈你了，师妹。在酒里放了什么？合欢散。你不也打算在筑基之后与我双修吗？